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殿中敬拜，来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时段。虽然外面有下雨，但是这个时段是让我们可以看到雨停了，并且能够开始，我们能够陆续的来到殿中来敬拜。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你，来敬拜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献在你的坛上。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十分的蒙恩，让我们同心的敬拜，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蒙恩，无论他们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主你也与他们同行，也施恩看顾早上所有的设备、器械，所有的人员的运作、安排、运动，都为你所使用。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们，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在今日天的主日把我们分别出来，聚集在你的殿中朝见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如同当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你也呼召我们离开属灵的舒适圈，脱去老旧生命的捆绑，来跟随你的脚步。求主赦免我们有时贪恋素食，信心软弱，求你用宝血洁净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单纯顺服的心，勇敢前往你所指示我们所属的属灵之地。主啊，愿我们的心如同亚伯拉罕当年所筑的坛一样，向你献上全然的敬拜与尊荣。求圣灵亲自引导接下来的诗歌敬拜、奉献以及牧者所传讲的信息，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与受教的耳，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你信实何广大！
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祈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33篇1到12节，诗篇33篇1到12节，在旧约564页，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33篇1到12节，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面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来，我们一起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以上是上帝话语，接下来公祷。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垂直聆听。首先，我们为非洲国家毛利塔尼亚这个位西非，面积有103平方公里，人口约416万，属逊尼派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的国家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再来，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城中教会邱太阳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美好的学习。也为台湾天气及水情祷告，求主使台湾雨水充足，土地滋润，万物滋生。接着我们一同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文，请苏品陈弟兄。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马太福音第9章9至13节以及18至26节，教会圣经在新约第11页。马太福音第9章9至13节以及第18至26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9节起。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挥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同样在新约罗马书第4章第13节至第25节。罗马书第4章第13节至第25节。第13节起，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得为后裔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的人，是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以上是神的话。谢谢品琼弟兄，我们诵读神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经文在创世纪12章1到9节。创世纪12章1到9节，在旧约10页有来攻读这段经文。创世纪12章1到9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4间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成人与儿童诗班。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儿童诗班跟我们的成人的诗班一起献诗。如果你们有注意看到的话，他们手上没有带谱哦，都要背起来的哦，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人要背谱都很困难的，何况小朋友，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神迹跟奇事奇妙的做在我们的婴孩身上。圣经上说，上帝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是真实的。5年前，当我去儿主这边来跟他们提到说，我们希望可以有儿童诗班的时候，老师跟那个家长们说，不可能，我们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5年后，我们看到有诗班，儿童的诗班在这里。虽然不是全部的儿主的学生一起参加，但是他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音乐的熏陶跟老师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已经看到孩子们渐渐的参与在教会的敬拜诗班的里面。以后这些是我们未来的诗班的成员，愿主带领，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班员，他们将来在这里要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儿主祷告，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能够多而又多的能够参与在敬拜的当中，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为着我们的儿童诗班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他们能够在这段的时间的当中，他们有美好的练习，他们也有美好的这样的学习，也让我们的老师们他们这样的锲而不舍的愿意能够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音乐的造就上面能够得帮助。谢谢主，为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祷告，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所成立的这个儿童诗班，多而又多的这些的孩子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让许多人能够在这里能够高声的张口来赞美你。让我们透过这些的诗班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欢迎他们哈，谢谢。好，他们要去上主日学了，我们就让他们能够先来上主日学啊。好，谢谢。很谢谢成人与儿童诗班，每个新的早晨全心来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于上帝。接下来正道，今天正道题目是相信就能看见，我们请陈伟文陈牧师为我们传讲。相信就能看见，弟兄姐妹，刚刚牧师有讲了，我们在6年前其实就准备，希望要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能够来成立一个儿童的诗班。当然，我相信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拾回上帝给我们的美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很缺少些什么？很缺少一些美感的教育，知道吗？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学音乐，用音乐来唱诗，来敬拜，透过音乐来敬拜上帝，这是美的。所以上帝创造真善美，让我们可以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机会，能够来敬拜上帝，能够来敬拜真神，用好的方式来敬拜，用美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透过这些的诗班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还有我们的儿童的敬拜，也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诗会讲说，不要说这个是我们的诗班的献诗，只有诗班的献诗，或者是儿童的献诗，它是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有哪一个团体，而是我们一起的参与。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先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
但是希望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应，能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可以获得很好的启示有一个孩子他写这个作文的时候，都知道其实现在作文很多孩子因为这个现在的用语词其实这个比较少所以他们大概要写作文很困难，所以现在连作文都是要这个补习的。这个孩子叫小明，他写了一篇的文章，叫做《我的爸爸》。好，他写了这一段话，他说，有一天我的妈妈炖这个马铃薯炖肉的时候，把菜烧坏了。我的父亲看到了之后，并没有责备我的母亲，他说没有关系，这个第一次总是会失败的，所以我们就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这个下一次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好，结果第二次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呢一样还是不小心，就是把这个马铃薯给炖坏了。好，所以后来这个爸爸也是说没有关系，我们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那第三次的时候，一样又是把马铃薯给炖坏了，结果父亲就生气了，他就站起来跟妈妈说，第一次这个不够，这个做得不好，这个我们情有可原，第二次应该要有经验了，我们还是做得不好，这是不对的。那第三次又做得不好，那一定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锅子的问题。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把锅子砸了，我们去买新的锅子吧。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太太把菜烧坏了的时候，不是骂她这个一定是锅子的问题，我们去换新的锅子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后来各位知道这一篇文章，知道老师给这个学生几分知道吗？100分。但是他说这个是要给谁？给爸爸的，给爸爸100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不是我们用这个责备人就会进步，不是我们用大声人就会学习成长的，让我们学习在包容跟接纳当中，能够接纳别人的一些的不好不完美的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接纳的一个态度跟接纳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人更多的进步跟成长。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跟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读经的当中我们也学习上帝的话。那当然学习上帝的话，也要在实作当中能够去实作跟学习。好，各位知道，如果在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人的话，应该各位有听过，我们以前有读过一个东西叫做青年10大守则，有没有？其中有一条叫做什么，知道吗？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就说帮助人可以让人得到快乐，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医学上的这个证明了他说行善可以合法的舒压，他说合法舒压什么？他说可以分泌多巴胺。当然我不是医生了当然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多巴胺，但是至少听过，它好像应该可以让人感受到比较愉悦跟快乐。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能够让别人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快乐，会产生这个多巴胺，可以让我们的压力可以减缓，跟这个压力指数可以暴跌这里提到说暴跌，那表示说我们可以更多的快乐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可以证明以前那个青年10大守则里面讲的是对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当你看到有人需要你的协助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到他，能够对别人有益处，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解压跟舒压的机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解压不困难，舒压是很容易的，让我们可以去成为一个助人者，成为帮助别人的人，让我们可以常常有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来带领。所以刚刚特别提到喜乐各位知道喜乐跟快乐差在哪里知道吗？喜乐跟快乐差在哪里知道吗？
前几天我捡到一张图我把它 po 上去给几个同工看，他们就笑了因为它上面写说有一条红布条，上面写说，这个恭喜陈先生中发票200元。好，我真的有中200块真的有中中200块，可是那个是因为捡到别人的图了好，那各位其实我们在这个叫做这个让别人可以得到这个帮助，或是让别人可以能够抒压，可以能够得到帮助，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能够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一些的实作，让别人因我们能够得祝福，这是美好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使人蒙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这个人上帝也特别呼召他，让他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好，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好，但是呢，你会觉得很惊讶，说，刚刚的经文他叫亚伯兰，那怎么现在这里叫亚伯拉罕呢？好，亚伯拉罕跟亚伯兰其实是同一个人，不是2个人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亲，所以表示说他是一个被他的父亲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希望说，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应该是崇高的，他应该以后可以当一个崇高的父亲。但是上帝给他改了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叫做多国的父。好，所以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为什么要叫他做多国的父，但是我们要看到亚伯兰，上帝呼召他去做一件事情。各位知道，其实亚伯兰在圣经里面是搬家搬最多次的人，听懂意思吗？搬家搬最多次的人，这个人他动不动就要搬家，因为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去离开你的家，好，所以他就不断的搬家。我不晓得大家你对搬家的印象是什么？现在6月份了6月份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毕业了，甚至要去这个到新的工作去，所以你有可能要遇到搬家的时候，也有可能你的工作遇到新的一些的状况，你需要离开这个原来的工作，需要搬家了。搬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搬家很不容易。我跟师母，我们是卫理会里面搬家搬最多次的我虽然牧会已经有25年了的时间，但是我们几乎每2、3年都在搬家。我大概从毕业后，徐志强牧师比较这个幸运，他在我们的荣光堂12年的时间。那但是呢，我大概是比较不那么幸运，大概都是搬家搬最多的。那但是我在荣光堂要先跟大家感谢因为今年是我跟师母在荣光堂第7年，是我们在一个堂会里面牧会最久的一次这个没有像之前2、3年就要搬家了，那这一次是最久的一次。那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包容跟接纳因为你们的包容跟接纳，也让牧师渐渐的能够成熟跟成长所以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互相的能够来使对方能够得到成长，这是好的。我们在牧者的帮助当中成长，那同时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在帮助我们的牧者来成长，但是这些都是要付上代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搬家没有不辛苦的，搬家你要做很多的一些的预备跟筹备。所以刚刚提到我跟师母，我们是2、3年就搬一次家，所以我们家师母已经练就一身打包的功夫，知道吗？这个随时都要准备要搬家的。好，所以亚伯拉罕他们随时都要预备要搬家去到新的地方。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我们要科普一下，虽然我们在教会里上信仰课程，但是我们也是要科普一下大家这一块绿色的这一块半圈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肥沃月湾。各位中东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很糟糕的地方，其实他们有一块地方是比较有绿色的，所以你看各位这边有绿色的一个环带的一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叫做肥沃月湾。好，迦南地在哪里？迦南地在这个地方。好，那亚伯兰的老家在哪里？亚伯兰老家在这里乌尔。好，所以他从他的老家，这里是两河流域这里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当中一个很富庶的一个城市，他搬离开，然后离开他的老家，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先到这里叫做哈兰的地方，先在这里驻足安营。
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到这里就满意了。很多人都以为说啊，我搬一次家就好了，很累很辛苦，对不对？好，结果上帝继续的要他往前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拣选我们来做一些的事情，或是让我们到某一些的新的位置，一些新的工作，碰触一些新的环境，或是碰触一些新的人事物，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好，但是我们会看到上帝在这当中，他有一些美好的带领，是我们未来可以看到的。所以信心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信心，所以上帝拣选你，不是。上帝呼召你，不是因为你有信心，而是因为他呼召了之后，你才拥有信心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就是天生就有信心啊，虽然他叫做信心之父，但是并不是他一开始就有信心的。所以信心是来自于上帝的拣选，但是拣选并不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师母很害怕当师母，知道吗？曾经我听过有那个师母哈，他说，一夜之间他就变师母了。知道为什么叫一夜之间吗？就是他的先生可能在这个睡梦当中，在睡觉的当中翻来覆去，然后突然间告诉他说，明天我要去读神学院了，我要去当传道人了。哇，这个师母就这个就这个愣住了啊，怎么突然间要变师母了啊？好，所以信心是神的拣选，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信心，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并不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上帝给他有一个呼召，拣选他做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节，一起念，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搬家？因为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他是一直不断搬家的。好，因着上帝的呼召，他就要往前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冲动，有一个突然间想要去做的事情，其实那个都很重要。当然，真的是要凭着信心啊，要不然的话，没有信心也没有人敢出得去。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我个人的笑话啊，我在专科学校毕业的时候啊，还没有去工作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的老妈说，我要去骑脚踏车环岛1周啊，我真的有买脚踏车啊，我脚踏车买好了，好，然后其实什么设备也没有了啊，就是自己想说一股热情冲动，我想要离开家，然后去这个去感受一下去外面这个流浪，去绕台湾1周的那种感觉。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有设备了啊，你骑脚踏车去环台都很容易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也差不多是像现在这个时候，然后外面下着雨，然后我老妈在这个家里面，她就跟我讲说，哎呀，不要出去啦，外面很辛苦啊，哎呀，这个啊，你这个万一这个饿着了、冻着了怎么办呢？一股热情，各位知道这个热血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就一定有热血的，我要出去。好，结果后来我真的骑脚踏车出去了，凌晨5点钟骑脚踏车去。我从我家在台南市的西区啊，然后骑到哪里呢？我一直骑到白河，那个台南县的以前台南县的白河那个地方。但是因为那一天刚好也是像这样下雨天，然后又有台风，边骑的时候我都还在怀疑说，到底我脸上的是汗水还是泪水呢？真的不知道，然后就觉得好累，我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呢？啊，然后就骑到白河那边就觉得好像还是回家比较好。后来我又撤退了，又回到我的家哈。那当然我的老妈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好，所以我那时候做过最热血，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啊。好，那但是各位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的一腔热血可以撑多久？不一定撑得久哦，不一定撑得久。如果没有那个持续的信心的话，好，所以很多梦想其实都死在什么？开始之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梦想啊，
很多梦想，对不对？各位知道，有一个话叫做这样说，就是计划减去行动，叫做什么知道吗？空想。计划如果减去行动，你就是空想。但是计划能够加上行动，那个叫什么？那叫实践了。你要实践它。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计划，心里面有那个冲动，有计划的时候，能够加上行动，那才是叫做能够去实践的。但是如果计划减去行动，你只有想而已，但是没有行动，那就是空想了。好，所以其实有很多梦想是死在开始之前。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心去完成它。但是各位就知道，我们今天看的亚伯拉罕真的就是一个信心之父。不确定哪一条路才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跟随主的道路才是对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判断说我们走哪一条路是正确的，是对的，永远不会有问题的，没有办法。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一股热情，我一股热血，但是后来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果效。然而，如果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如果上帝给你这样的呼召的时候，让我们凭着信心勇敢走下去。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给亚伯拉罕除了有呼召以外，还给他有加码。加码什么？加码给他祝福。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祝福是怎么来。我们看一下2节跟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节跟3节。我们一起念哈，一起念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各位如果有做过保险，或是说有参与保险过的话，主约里面还有副约，知道吗？好，所以上帝要亚伯拉罕出去，这个是主约嘛，你要出去离开你的本地本家，然后附加的是什么？他说我必叫你成为什么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出去，亚伯兰如果没有出去的话，就没有这些事情了。要因着他出去，他才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说，现在叫做毕业季啊，很多的爸爸妈妈很期待孩子们啊，毕业完了赶快回家，赶快回家。其实不见得，有时候如果我们让孩子可以出去的时候，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去外面，可以去到新的地方，可以去到新的环境，或是去做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他可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可能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出去，他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今天他继续的留在乌尔或是留在哈兰，他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附带的条件是什么？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就使人得福，而且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自己可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什么？当我们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超前的去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很奇妙的，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况，但是他凭着信心来看见，他凭着信心相信，因为上帝说他要赐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那个实践，但是我们会看到凭着信心，上帝就大大的赐福。刚刚提到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年轻孩子们，这些在这边献诗的年轻孩子们，他们在这里。6年前我不敢想象这个事情，因为6年前真的牧师曾经受挫啊，因为曾经有很多的家长跟老师跟牧师讲说，不行，我们做不到，没有办法，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6年后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站在前面，所以各位，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在前面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应允了我的祷告。但是这个要等多久？等6年的时间，等6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候，有时候信心需要等候的。好，所以一个人如果抓住了上帝的信实，他就敢顺服上帝。一个人如果抓住上帝的信实，
上帝是信实的，当我抓住他的信实的时候，我就能够顺服，因为知道他必然能够成就的。各位知道这个人叫做戴德生啊，戴德生各位知道是谁知道吗？啊，戴德生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最早的时候从英国来到中国来做宣教工作，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叫做他为什么叫内地会？他不接受任何差会的差遣，他们是凭着信心进到中国去做这样的一个宣教工作，所以意思就是他的宣教工作是零元开始的，从零开始，但是这个零元开始，他就凭着信心跟上帝来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戴德生的这样的一个傻劲啊，没有拱大，我们家小姐说这个叫拱大啊，没有那个拱大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现在的内地会的一个在中国的服饰。好，所以各位，亚伯兰他刚刚我们说他从乌尔离开，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不是停在那里，他继续的往前走到迦南地。我们来看第5节的地方。我们念一下第5节，请念来。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还记得刚刚那个地图吗？请上面2颗灯切一下啊。上面2颗灯切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前面那个地图哈。好，让大家回溯一下，各位，亚伯兰从乌尔，然后走到哈兰，对不对？哈兰这边，上帝说叫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继续往前走，这个地方叫做迦南，所以他不是停留在哈兰，他走到迦南地了啊。好，继续往前啊。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上帝的事实变作人的经历。所以当人去经历到上帝的所作所为的时候，那么这个事实就变成了信心了。我们就看到上帝让亚伯兰他能够经历到他要往前走的这个事情是蒙福的，上帝就祝福他。但是各位知道，其实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做一件事情。各位如果有印象看到经文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以前没有礼拜堂啊，以前的礼拜堂并没有存在，以前的是什么？以前是祭坛。所以亚伯拉罕他搬到哪一个地方，亚伯兰搬到哪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来筑坛，意思就是他就在那里礼拜，他就在那里敬拜上帝。他没有去到那里说，我要开始先这个熟悉人事物啦、环境，可能有，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要在那里先筑坛，向上帝献上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你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你换了新的工作，你有没有在那里向上帝献上你的祷告？那个祭坛就是你跟上帝的祷告。当你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里来向上帝献上你的第一个祷告，献上你的第一次的祷告？刚刚说我们的年轻人，今年有很多年轻人要毕业，要进到社会里面去，要进到职场里面去，要进到新的工作里面、新的职务里面去。那么我们有没有在新的工作、新的职务，或是你新的事物当中，在那里筑起祭坛，在那里来敬拜上帝？信心不是看见才相信啊，信心是什么？是相信才会看得到。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凭着相信，凭着信心，我们来看见上帝要做奇妙的事。上帝要透过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成为这里的祝福。上帝要透过我来到这个地方，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也许不见得我能够改变些什么，但是当我投入的时候，这里可以变得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也鼓励大家，也许你从来没有参与过新的服事，你都看到这个人读经读得很棒，这个人诗会得很好，这个人他弹琴弹得很棒，唱诗唱得很好，但是你从来没有试过。求上帝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勇敢地踏出去，
勇敢的踏出去。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能够凭着相信，能够看见。我曾经常常讲一个故事，一个，但是是事实了哦。各位知道有听过有那个三大男高音知道吗？有一个胖胖的那个人，这个叫什么知道吗？帕瓦罗蒂，对不对？好，各位知道其实帕瓦罗蒂他不是第一次上去就去当那个叫做三大男高音之一哈，他是备胎。各位知道其实那个帕瓦罗蒂是备胎，为什么？因为他们唱歌剧的时候，唱剧的时候，他是备胎的。那后来有一天，那个正牌的那个人没有上去，因为好像生病了，或是没有办法来了，所以后来导演就叫这个帕瓦罗蒂说：“赶快上去，赶快上去啊！也是备胎，赶快上去。”结果后来一唱成名了啊，结果把那个正牌的干掉了啊。好，所以当然不是说叫你把正牌干掉，不是，而是随时准备好。你随时准备好，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你就能够被他来使用哦。好，所以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去建立一座坛。我们再来看一下第8节，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筑坛来敬拜上帝。搬到新的地方，有了新的位置，有了新的工作，有新的事物的时候，我在那里敬拜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除了去了解跟认识新环境，熟悉新的事物，熟悉新的人以外，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在每一个地方都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让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都成为敬拜上帝的祭坛。所以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曾经也有人问牧师了，他说：为什么现在的以色列人跟过去的好像圣经里面读到的人不太一样？好像这个过去的人都很，这个以色列人好像都是上帝的选民，然后他们表现好像虽然不是可圈可点，但是至少好像跟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以色列人好像不太一样。好，那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了啊，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话，就算有亚伯拉罕的血缘血统，也不是信心之子，也不是信心的孩子，对我们毫无益处。所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称为信心之子。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就是可以叫做信心之子。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所以即使是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是我们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圣经里面提到说，亚伯拉罕成为信的跟这些不信的人的父，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也是信心之人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信如果在我们心里，就算亚伯拉罕的血不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我们仍然是信心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是没有信心，那么我们仍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凭着信心走上帝的路。所以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不是凭着信心，那么毫无益处，毫无益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伟大的神迹来自于微小的信心。好，所以创世纪22章17到18节，这个是亚伯兰改名之后，上帝再一次的给他保证。他说什么？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在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到现在仍然有效。如果我们里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17章20节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一颗小小的芥菜种一样，有那么小的信心的话，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意思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往往是没有信心，一开始就没有信心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即使像芥菜种这么小，我们仍然能够做许多的事情。好，所以诗篇16篇的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到每个地方去足坛？因为他要把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搬家辛不辛苦？很辛苦。搬家痛不痛苦？很痛苦。搬家要认识新的人事物，很多的摇动，很多的不安。但是诗篇16篇的这一节里面提到什么？他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好，第二个，伟大的人物也曾经有微小的信心，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就是一直都有信心的，其实他也曾经没有信心啊。上帝早就已经预备，不用刻意的预约，到时候他不会错过的。上帝其实他的旨意仍然是在的，他的意思仍然是会去执行的，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认为。各位知道，刚刚提到亚伯拉罕也有没信心的时候。各位知道，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亚伯拉罕曾经出卖过他的太太，知道吗？他去埃及的时候，他出卖过他太太，说这不是我太太，这是我的妹妹。好，他还做什么？他还曾经做什么？哎呀，上帝这个要给我儿子，好吧，那我加工一下，我用人为的方式娶一个新的太太来生孩子啊，结果生了这个叫做以实玛利，对不对？所以信心之父当然也有没信心的时候，他的信心也许很微小的，但是不用担心，即使我们有微小的信心，上帝仍然在我们的面前背负我们继续往前行。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安全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完美的地图，而是知道上帝的手没有放开，把你的地图交在上帝的手中。亚伯拉罕继续往前走，他的地图在哪里？他的地图在上帝的手中。第三个，伟大的意象从微小的信心去看见的。伟大的意象要从最小的信心去看见，把心交出去，那么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真正的平安不是环境顺心，而是我们心中充满确信，因为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所以有穿越的风雨的信心，也有修补破碎的盼望，不是因为人生从此没有难处，不是你信耶稣之后就从此一帆风顺，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位带我们前行的主，他掌管一切的那位主，他掌管我们，他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没有主的同在，我们没有一处是平安的。但是有主的同在，有主的保护，每一处都是平安。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处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不摇动，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看到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你所拣选的仆人，他如何凭着信心来往前走。也许他还没有看到，也许他还没有看见事情的成就，但是他就这样的相信。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凭信心相信，主你要为我们成就许多的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季、新的一个下半年的当中，给我们信心，仍然继续的往前行。也许我们会遇到新的职务，遇到新的工作，遇到新的人，会遇到新的一些的职位事务，或是新的环境，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勇敢的向前。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为我们的传讲。相信就能看见神，看见信心，看见祝福。圣餐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与主合一，我们来唱第一段。
站在台上的时候讲信息容易，但是自己真的经历到，就会发现不容易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劝别人有信心，可是有时候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不见得我们有信心。愿主帮助我们，信心的孩子是因为看到有信心之父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在前面做了好的榜样，那么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也学我们的信心，那么让我们也凭着信心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不敢说我们每一次都一定能够成功，也许你走了一段路，你发现孩子还没有跟上，也许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在犹疑跟迟疑的当中，但是要记得那一位牧者，他从来不撇下，从来不丢弃。我们也许会失去信心，我们也许会失去盼望。保罗对提摩太这样的提醒，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我们也许会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觉得走这么久的信仰的路，好像都不是很顺心的。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不是离开我们。有人说上帝在前面，在等我们，其实是上帝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走信心的路的时候，上帝带领我们前行。有时候上帝会说不是这个路，你要往左边。有时候上帝会告诉你停下来。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美的地方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拔营前行的时候，他们要看着云柱跟火柱，云柱跟火柱前行的时候他们才走，云柱跟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走了。圣经上会说他们有时候一天可能要走2趟，还没有扎营马上就走了。可是有时候可能要等多久？有时候可能要等1个礼拜，要等1个月，甚至要等1年2年的时间，云柱火柱才会走。所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留或走，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相信上帝的时间他掌握，不是我们，我们就等候他的带领跟引导，愿上帝来带领。看哪，我正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请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
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参同工到台前。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我们是要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啊，当然不是没有办法绝对了，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求主带领，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来享用这个饼杯。
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让我们就来到上帝的台前，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来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信主，但是你还没有受洗，让我们能够就坐在座位上，我们在这里等候，让我们用灵里面的领受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让我们凭着信心在心灵里面来领受，用我们的右手放在心上，让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的灵里的圣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教会的这个会员，还没有真正的洗礼来参入主的教会，但是我们已经信了，那么让我们用右手放在心上，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拿饼蘸了杯之后，我们就立刻来享用，然后我们就回到座位上，让我们跟上帝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跟力量。也许你今年有新的突破，也许你今年有新的成长，也许你今年有新的不一样的经历。我们要相信上帝在这新的经历跟成长当中，要给你新的祝福，要给你新的盼望。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如果你有儿女正在今年毕业要就业新的工作，或是正在更换新的职务，或是正在更换新的这些的工作的时候，那么让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新的经历当中也经历到上帝的祝福。上帝要赐大福给我们，上帝要赐福给我们，还要让人因我们得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还没有领到的请弟兄请我们的陪餐同工来协助一下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拜到这里。
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与主合一，我们来唱第二段。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问有没有新朋友？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我们彼此拱手问安。
教会事工报告。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本堂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我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等一下主日后12点在1楼副堂将召开夏令营筹备会，请筹备同工留步参加，在1楼副堂。那下周就6月14号主日后将召开6月份执事会，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6月14主日后。那公布栏张贴总会本届调派名单，本堂陈伟文牧师将在115年8月1日接任南教区长，请为牧师未来服侍牧区关心祷告。我们恭喜我们陈伟文牧师。那本堂61周年堂庆将在6月21号主日来举行，当天也将举行传入礼及颁发红本师资证书，请弟兄姐妹为教会进入新的季节来关心祷告。第6点是教会祝福艺人学院即将在6月13号星期六上午10点钟在5楼餐厅举行115年春季节夜市，我们请弟兄姐妹关心本堂服务外展施工进行顺利来祷告。那本堂归尊传道及青年参加总会青年事工 MYF 夏令营全员陶醉中，7月16号到7月18号活动来关心来代祷。那暑期7月25号到7月26号，教会即将举办暑期儿童夏令营暨青少年 AI 营，已开始受理报名。报名期间到7月5号截止。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四晚间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总会建堂消息，我们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教会的宣教大楼所需的建造款项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和其使用。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请继续为总会宣教事工来储蓄奉献。那奉献请注明为总会建堂奉献。最后一点就本周成人主日学，欢迎弟兄姐妹来参与。约翰福音导读下，老师是林继博、李迪华，在205教室。以西结书，老师是赵少文、谢慧玲，在201教室。提摩太前后书，老师是贺兆典、王如君，在6楼活动室。腓立比书与哥罗西书，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中活出基督，老师是周雄跟万华宇，地点在5楼餐厅，请弟兄们姐妹们准时来参与。以上报告，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简单的补充哈。那我们就是在新年暑假当中，我们有一些的课程也会陆续的进行。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成人主日学，我们到这个月底6月底的时候就结业。那求主带领，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学习当中能够有得到成长。那学习之后，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运用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参与在教会当中的更多的一些的服事。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过服事的话，欢迎来加入服事的行列我们会陆续在暑假当中会开这个叫做私会训练的课程、招待的课程还有一些的服事上的一些的课程，我们会在当中会开启。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比如说台语的读经班，我们也可能会在暑假当中会有这些的开课。那期待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学习跟成长那让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丰富跟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刚刚感谢上帝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来参与在教区里面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跟角色，那其实是责任更加的重大，也更加的任务更加的多。那感谢上帝，也是我们荣光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蒙福的时间，因为我们荣光堂在南教区里面，也许我们不算是最大的，但是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是可能的。所以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服事跟侍奉，让许多的堂会、许多的地方的教会因我们得祝福。所以也请弟兄姐妹，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教区的座堂当中，我们的这个堂会里面，我们不断的提升，将来我们也出去到外面的地方去侍奉跟帮助需要的地方，让需要的地方因我们能够得祝福得帮助。所以不是只有牧师成长，期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可以能够使我们的教区能够更多的蒙福。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一起来往前进，往前来行。那暑假我们有夏令营，那欢迎弟兄姐妹邀请自己的孩子们来参加跟报名。那特别里面我们自己有办一个 AI 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玩过 AI 的话，欢迎来报名。但是不是我们报名是我们来报名那个同工群，就是我们可以来做协助，可以来做一些的服侍孩子们的角色。那当然在服侍的当中，我们也可以一起的参与，那我们就可以听得到这些的讲员他们的一个分享跟如何来运作。那我们目前有3个班一个是这个烘焙班，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打击乐器班，还有我们的 AI 营求主来带领，让我们的3个班都能够做很好的运用跟安排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来为我们的暑假的夏令营祷告，那也特别为我们的夏令营来代祷跟奉献。那请弟兄姐妹关心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的需要，特别这段时间的孩子们更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来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接触，透过这些的事工侍奉来接触信仰。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为这些孩子们、年轻人来祷告，由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那肢体消行方面，请弟兄姐妹自行参阅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愿意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赐给我们这一群信心的儿女。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勇敢往前行，让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在那里足坛来敬拜上帝。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所有的人事物都因我们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们，请坐。电乐，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事工祷告。有病痛、忧伤的，请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